在个社会当中，有真侪弱势学生，常常是爱拿读书、拿趁钱来负担学费甲生活开销，因为经济压力是真大的。台北教育中心也讲，在个防疫期间，对外部主事搁较困难，希望大家来斗相共，帮助弱势学生。厝旁的猪肉、桌顶的饼甲芳拢是家己做的。即摆读餐饮系的派仪是受台北家扶中心帮助的个案，为着完成真侪猪肉师傅的梦想，伊一面摕家扶中心的奖学金读册，一面去猪肉工作室做师仔。妈妈一开始非常极力反对我读餐饮科系，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餐饮系的食材费或是厨师证照费都是另外额外需要缴的。另外一个个案小芬，同款为着所费烦恼家己敢会使顺利毕业，嘛选择工作趁钱。生活费还有住宿费，然后我的3餐也可能都要在外面解决，加上学杂费，应该是一笔蛮可观的数字。家扶中心表示，一般的大学生有45%会选择工作。家扶中心的大学生有工作的比率是80%。比拼之下，弱势大学生为着各款的所费，就较影响着学习。不过，亲像派仪，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作排班拢取消了啊。打工的孩子，有些是因为他想要有累积工作经验，他们不是为了钱，没得选，不是为了体验生活，就是为了钱。家扶中心讲，疫情之下，学生要是需要所费，台北家扶中心逐年拢着为250个学生传总共500万的奖助学金。今年因为疫情，博主的状况是歹真济，希望各界人士会使斗相共，让弱势学生的学习机会会使加较平等。记者郭伯君、郑派文台北报道。